有些事情本來很遙遠，你爭取，它就會離你越來越近。仇明講得冇錯啊，因為一地三檢不再遙遠。事關第15屆全運會喺11月8號舉行嘅公路單車男子個人賽，係全運會史上首個跨境嘅單車項目，建立咗一賽跨3境嘅先河。呢條片係由沙格米安全套贊助播出。賽道以港珠澳大橋串連粵港澳3地，預計有25支隊伍，一共104個選手參與，當中包括9個港隊運動員。賽道全長大約231.8公里，首先以珠海市博物館為起點，之後再進入澳門賽區，然後就經港珠澳大橋嚟香港。嘅上午9點鐘開始，咁就會喺珠海起步嘅。咁預計咧喺下晝嘅大概2點30分咧就會結束㗎啦。為咗配合賽事嘅整體安排咧，香港賽區係同珠海、澳門咧係會喺特定嘅時段咧喺港珠澳大橋、口岸同埋部分嘅道路咧係會實施臨時嘅管控措施。而運輸署亦講解當中嘅安排。因應港珠澳大橋嘅主橋同埋香港口岸會喺當日上晝嘅7點半至到中午嘅12點半實施臨時管控。第一係有關於11月8號嘅金巴服務，香港口岸會喺上晝嘅6點半封閉，金巴喺接載所有完成離境手續嘅旅客之後就會暫停服務。金巴前往澳門嘅服務會預計會喺晏晝嘅12點半復關之後逐漸恢復運行。咦？比賽要橫跨3地？運動員咪要喺比賽嘅時候先後過6次關，咁咪唔夠時間破風同衝線？咁你就放心啦。香港入境處處長郭俊峰話，賽事會用前置通關查驗加閉環管理模式，賽事委員會喺事前會收集同埋核實相關人員嘅身份資料，再交俾內地邊檢同埋入境處審批，形成互相都承認嘅入境白名單。而喺比賽期間，運動員會戴上有全球定位系統嘅手環，同安裝無線射頻識別系統設備。賽道亦都設有直播監控同無人機視察，可以全程監測相關嘅人員。而珠海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副局長、15運會和殘特奧會珠海賽區執委會辦事室嘅副主任袁雄就話，執委會會為每一位參賽運動員同每一架物資車都綁定相應嘅磁片，磁片入邊會有相對應嘅信息數據。當運動員同架車即將通過關口嘅時候，信息就可以第一時間被讀取，同埋傳輸去到 back end，實現零延時、零等待、不踩剎車嘅無感通關體驗。而網民更加話，留名等睇星期6朝大橋香港口岸嘅市民摸門釘，跟住俾電視台影到同埋訪問。呢個單車賽值得攞個世界之最，全世界最擾民嘅賽事。其實無感通關都係上班運動員。零束縛，零阻礙，靈感係無限嘅開始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，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。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。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，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經歷種種風雨，環境雖然充滿挑戰，不過同各位一齊行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，以民為先。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，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，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。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，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。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。一切事情得來不易，感激有你同途並肩。Channel V 有你哋，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。記得登入連結，多謝各界支持。